咋的？什么药啊？就普通的下晚药。昨天不都打的这个？是吗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藏好了，别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别动！老实点儿。别过来！别激动。滚远点儿！我知道你别过来。滚远点儿！你没事吧？香雅，告诉你段飞，以后少缠着我女儿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不关段飞哥的事儿。住嘴！记住说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唉。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！疼。好好，我不碰你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？快回病房啊！老婆。啊？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看我现在都好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而且回家天天看着你，我会好得更快。你确定？嗯，确定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。嗯。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？我刚才来的路上急哭了。真的吗？没看出来你还挺在乎我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要是因为保护我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我明家不得亏欠你一辈子呀？原来是这样啊。老婆，我们去海边走走吧。我在医院快憋死了，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想去海边可以，但是你这都臭死了。你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行不行？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对了，
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买点啤酒。啊？来，办的怎么样？怎么？一群废物！怎么突然想喝酒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伤好了？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以前住院一住就好几个月呢。吹牛！你怎么让我买这么多酒啊？啊，为了庆祝你出院啊，来，庆祝段飞出院，干杯！不是你怎么没干啊？我一个女孩都干了，男参加这，干了，干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没有。再喝一个。好事成双，干杯！现在呢？现在真没有啊。坐下来，你离我近一点。想再喝一点，喝呀！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？现在啊，有你说。撑。大小姐，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？段飞，你是不是一直拿保护我来当做爸爸给你的任务来执行？在你的心里，对我、对云诗彤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感情啊？没有，我来天涯这几个月都很忙，而且你让我去安保部工作，这感情的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我还要管你爸、秦雪、何来，还有整个红景集团。老婆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这跟什么呀？老婆，你等等我。